一般圆仔拢是机械做，无像台南这间主要卖包啊、酥饼的店面，对2月1号开始到5号，特别用传统手工来做元宵，将馍啊、土豆内鸭淋上一层一层的处理粉以后，用竹笼啊一直滚一直饼，至少12摆，才发到一粒一粒成型，相当高工。毛济济过路民众好奇停下脚步。加上这款传统做法已经足少，嘛无人要学，所以店家一档只卖元宵前5天，伫第1天开卖，排队就排甲热热长。其实附近民众已经拢做习惯，连外地专工来台南排队排1点钟嘛甘愿。排啊热长啊，恁排到5点啊，就结束啊，逐单拢安尼啊。有当个买无哦？有甲买无啊？这歹买啊。应景，所以大家都来排队，对，所以就特地过来排队。就算1年只卖5次哎。有看新闻都有报，对。目前连伫室内挂翠安拢研究烫调疫情，嘛互店家明显感受第1天排队人潮增加袂少。头家表示，惊做走袂利，今年并无开放预订。同时，为了让每一位辛苦来现场排队的民众拢买得到，每一人限买3客啊。今年因为卡在疫情解封，所以我今年的人潮有比去年第1天多。那相对我们今年备的量有比去年又多了差不多近2成至3成。对，看起来这个好像比较大颗，但是价格上没有调整嘛。对，因为今年老板想说，因为原物料上今年的原物料涨得很凶，但是我们原则上还是希望让大家有过年节，所以我们还是冻涨。对，还一直持续一样都是10颗，对，10颗200块这样子，对。虽然营业成本计少淡薄仔起，不过看见头家手拢无停过，每一天爱对9点半开店，一直到下晡备料做完为止，相当辛苦。所以民众对着10粒200块的元宵，普遍拢会当接受，就是要食应景、食传统手工之味。今日新闻，军职何超邦采访报道。